方衛視心隨夢想，做全球華人最喜愛嘅粵語衛星頻道，覆蓋廣東1190萬個家庭，港澳等全球過半區域，雄踞本土3地收視前列，連續保持增長強勢嘅本土綜合頻道。2015年，廣東南方衛視將心隨夢想移動，鋪開大節目、大平台、大影響戰略，觸動多媒體嘅未來生活。資訊板塊節目，衛視新聞幫今日最新聞、城市特首講開又講，以及阿 Sir 出家送上先鋒資訊。娛樂綜藝板塊，都市笑口組我愛翻尋味，文化公益板塊越唱越好戲，人間真情，一眾老友品牌節目閃耀廣東。金牌短劇72家房客第11季繼續引爆收視高亮點，主打首輪大劇老友劇場3集熱播，午夜神劇場帶嚟激情男人戲、精選劇、精編輯、精準推廣，打造精品劇場，為頻道收視份額打下堅實基礎。廣東南方衛視2015大節目戰略將引爆強烈娛樂風暴，強勢再推廣東方言節目誰與爭鋒，題目升級、賽制升級，全省巡禮擴大影響，營銷升級，全網開心互動，全球明星美食旅遊真人 show《湯王爭霸》第2季，明星導師加盟，網絡多媒體聯動，必將掀起收視狂潮。大型嘅社交真人 show 節目幻想成真，同優酷、土豆聯手打造全球網台互動大平台，全民參與，打造一個充滿懸念同情感故事嘅以物換物嘅旅程。2015年，廣東南方衛視將繼續打造強勢內容平台，為多方合作共贏鋪就夢想基石，連接你我，觸動未來，贏在2015。